首当注定的情，一世人心情的起起落落，打退到故事才行会完。爱若心情乱，难免分开的一天，愿伤心离开的情分，只有第三冬五冬，敢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，看阮的感情无够重，凊彩讲三句话，着想要换阮的思念，连在世间流通的人，怎样会爱这算完全？温温暖暖，拢是因为爱着人。谢谢。哇，谢谢小先生，谢谢。你感情过了首当注定的情，一世人心情的起起落落，打退到故事才行会完。爱若心情的乱，难免分开的一天，愿伤心离开的情分，只有第三冬五冬，敢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，看阮的感情无够重，凊彩讲三句话，着想要换阮的思念，连在世间走走的人，怎样会爱这算完全？温温暖暖，拢是因为爱着人。敢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，看阮的感情无够重，凊彩讲三句话，着想要换阮的思念，连在世间走走的人，怎样会爱这算完全？温温暖暖，拢是因为爱着人。谢谢。